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日前都要伫个立法院来表决。19、20会先请行政院长倒用提起报告。也那国民党、民进党即嘛拢展开宣传演讲，要来争取支持。除了民团要号召民众去行路来反对修法，国民党嘛要招支持国会改革的民众去立法院附近来応援。三港反对国会这款修法的理由，民进党16继续伫台北甲上3个所在举行全台的宣讲活动，就算落大雨，支持者也唔惊风雨来到现场参加。因为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19、20要邀请行政院长倒用台报告，日一要表决。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把握时间落乡来宣讲。民进党是主张办电视辩论，不过民进党却是批评安尼做是书写行动。你就直接下乡去面对民众嘛。面对选民嘛，你们可以组先导团啊，一看就知道他们讲不出口来，他要什么理由去说服台湾的民意？他们这样一路盖牌，一路这样违宪乱政。对关键民的讲法，吴国昌批评是伦理错乱，认为民进党唔敢见，化为爱偌清的接受公开辩论邀请。柯建铭讲这样的话，真的是有一点逻辑错乱。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是不是要背书？我会希望赖清德主席能够勇敢一点。接受这个出来公开贴人的邀请。不过原本主张的电视辩论，因为民进党拒绝嚟判决，民进党16决定表决隔天就是22才伫永庆花园举办宣讲活动。对着复议案，国民党是强调22位委员会准备充足，19开始轮流来上场，加倒用台直接来对决。挚爱难行之处在哪里？明明就是官员来立法院不要说谎，那么简单的普世价值都没有办法做到，这难道就是行政院想要保的挚爱难行的理由吗？所以我们每个委员都会直球对决。除了国民团体有国再结合，国民党也就用立法院青岛东路路权，号召支持国会这款修法的民众来到现场支持。两大阵营到时阵会甲青岛东路分做两边，场内场外就要拼起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陆军官校昨昏举办黄埔建校100周年校庆活动，总统赖清德是头一届以3军统帅身份去阅兵。针对中国嘛，小姐要招咱的退伍军将去中国参加黄埔的校庆，赖清德强调讲，中华民国伫倒位，黄埔的精神就伫倒位。礼炮日来一向全军礼迎宾，总统赖清德用教育车以3军统帅身份，伫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主持黄埔建校100周年校庆。本身是校友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往那到场参加。10升15公尺的大八国旗通过司令台，要显示中华民国主权，点出创校以来旧地址大门甲服装。因为这届为着100年纪念两化小镇卫语权动作正式，赖清德致辞嘛特别宣示黄埔正统的精神，佮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无隶属的立场。我们坚定的确信，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精神就在那里，在这里。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真入关。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官校6校长组成校友联，读传统的正步，重现较早夫情壮志。管理学院第2年，轻轻速度每分钟102步，18学生囡仔正步练，手提3.6公斤的铁高腰步枪，其中2个由国防大学女官校生组成是上界大的特色，马创纪录。不过嘛是最后一届，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杀国军现代化，下令要求部队注重建军本务，踏正步行入历史。不管是哪一种训练，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学习到的，不管是团队合作啊，或者是向心力，都是属于我们军校生最好的展现。可不可惜，倒没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厦门举办海峡论坛，这段期间，中国推出会当予台湾人快速办理台胞证，也有居住证等等的服务。不过，咱的陆委会是表示，民众提供的个资会去互中国掌握，要注意这是统战的步数。陆委会强调讲，申请中国的居住证、个资、手印才会运输，恐惊会去互中国摕去乌白使用，受到监控的风险嘛可能愈大，所以提醒民众都要斟酌，权益才袂受到侵害。
即马准备就要休热，不过嘛传出有非法的中人用上济32万的营养金，招咱台湾的查某大学生去中国捐卵子。不过咱国内医师就警告讲，捐卵子是不比捐血。虽然这个医疗的过程本来就有风险，不过若是去中国用非法的医疗手术，这风险是搁较大，所以建议查某囡仔都要考虑互斟酌。今年3月至5月，少年有网友伫社群媒体大文分享家己去中国捐卵子，除了有免费的机票、住宿兼佚佗，还佫有一笔袂少的收入。有袂少人留话询问，休热要来啊！传出有袂少非法中介业者开始找台湾女大学生，以上济32万台票营养金，比台湾的介绍加准2倍，吸引女大学生去中国捐卵子。给我看那个大陆的是钱太少，我觉得。那如果钱多一点，你会考虑吗？如果真的很缺钱的话，有可能，就可能去就回不来之类的，就是怕啦，因为最近就很多这种诈骗之类的。医师表示，国内捐赠卵子有一定的规范，依照国健署规定，女性捐卵子必须40岁以下，检查无重大疾病。捐卵子前爱照超音波注放2针，除卵子进前注放2针这个药物过程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甲腹内出血感染等。若是非法医疗，也有可能有手术的风险。利用药物所诱导出来很大的这个滤泡去取出卵子。所以它会不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手术如果它不好的话会出血，或者会感染，甚至会腹膜炎。医师讲，取卵子是一种侵入性的手术，必须规身躯麻醉为阴道入去，捐赠者都要家己承担麻醉加手术产生的风险。建议捐赠者要加思考家己的权益甲健康，唔通单纯把捐卵子当作敢若捐血同款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是有较滘翕，过到台湾的北部都要注意会有雷公雨。咱做伙来看温度。目前方面是伫咧日本南边海面，这个方面有小可较我台湾淡薄啊。早起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也若过到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甲其他的山区，同款爱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若是出门建议都要早雨伞或者是雨伞。那今仔日各地高温有到31至35度，气象署针对台东发布高温的预报，是感觉是个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高温。那东南部都要注意，可能会有过烧风的情形。来看榴莲是泰国真重要的农作物，去年外销去中国有到46亿的美金。不过今年泰国榴莲的产季算是拄到40度的高温。地区产量减少，品质嘛较歹。真侪农民都烦恼讲，今年泰国的榴莲可能无法度甲东南亚来竞争，而且因的生活嘛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比较规公尺悬的树仔，泰国农民无用将板落的果子偏向伫土骹接的人，无偌久就装满几啊篮的榴莲。按过农民所讲，今年收成无以前遐尼好。จริงแล้วปีนี้เป็นปีอะไรที่แบบวิกฤตมากแต่ถ้าอนาคตมันเกิดสภาวะโลกร้อนเกิดขึ้นอย่างนี้ไปเรื่อยๆเนี่ยจบ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คือ江罗内底规堆的榴莲真壮观，榴莲因讲是水果之王，产季是3到6月。按过今年收成期间拄着连续几啊礼拜的40度高温，伫榴莲主要产区占着贫富的农民，甲领导致更较侪生产成本来应对这么热的天气。แต่ถ้าเราซื้อมา10 เที่ยวเราได้น้ำปริมาณน้ำ120,000 ลิตร120,000 ลิตร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ได้ลดน้ำได้ทั้งสวน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10 ไร่10 ไร่เราจะลดได้แค่ครั้งเดียวคือ1榴莲唔但产量降低，大势也无较好，有可能影响规个产业供应链。为最高大商就烦恼收入减少，真侪榴莲家族企业也感觉真烦恼，因为若收成无够济，就无法度甲共款出口榴莲的国家来竞争。ยิ่งทุเรียนน้อยเรามีรายได้แค่4 เดือน5 เดือนพอทุเรียนมันน้อยเราก็ได้รายได้น้อยล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ราก็จะอยู่กันไม่ครบปีอะไร泰国为几啊百年前就开始种榴莲，这种热带水果是当地重要的农产品，差不多95%出口到中国。2013年，中国为泰国进口价值将近46亿美金的榴莲。不过，中国媒体上新报道指出，因为泰国经过真热甲酷化，目前中国为越南进口榴莲数量增加将近50%。公司新闻杨干评价。
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加来北京拜访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讲，美国想要甲刺激，互伊拍台湾，不过伊是未顺因的意。习近平嘛向中国的官员传达这项警告。过来看自由时报，陆军官校昨天庆祝黄埔建校10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身去主持活动，嘛勉励官兵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爱坚持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相无隶属，坚持捍卫国家的主权。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四大保险权益新的规范7月份会实施，包括实支实付、医疗险，都要正本才会当理赔。若失能险会分作是意外或者是疾病造成的。另外，出国买旅游的保安险有机会会落价等等。不过，业者讲重新规划示范条款，都要一段时间。金管会嘛答应讲会有完成期，在这段期间会由工会家己来讨论。来关心根据劳保局2021年的精算报告，若无启动年金改革，劳保会伫咧2028年破产。这个报告嘛精算出2023年收支逆差差不多是880亿，实际上逆差却是446亿，这嘛引起劳保敢会延后破产的讨论。有专家认为讲，精算报告是用来参考，嘛呼吁政府都要好好面对劳保债务的危机。劳保局的普通事故精算报告每3年公布一届，根据2021年的精算报告，若无启动年金的改革，劳保会伫2028年破产。因为上新的精算报告会伫今年出来，重新考虑各种变动的因素，劳动部按算甲欠工、基本工资提升等等的参数嘛纳入考虑，反映实际情形。这报告是在看趋势，看未来的流量是长怎样，因为我们有纳入人口之类的嘛，哈，用国发会的人口来看嘛，都会把这一些东西把它纳进去，看未来的趋势。这个是劳保条例规定，我们每3年要做一次。2021年的报告嘛精算出2023年收支逆差差不多880亿，实际上煞干那逆差446亿，嘛引起劳保敢是延后破产的讨论。有专家认为讲，劳保债务是老问题，亲像有立委搁一届提出劳保债务应属特别条例，都是一个协助改善劳保的做法。这个精算当然可以作为政策推估的必要，但是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解决策略。解决策略要先做一个过去债务的框定，各党要一起背书，这个事情太大了。寄望于拨补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有一定的危险啊。所以正本清源之道，还是大家理性的来看待劳保的整体财务的这个状况。针对政府当时要启动劳保的改革，劳团无要加做联想，强调政府甲上加工资调整纳入精算报告的计算，是认同调整，除了对劳工生活有帮助，嘛有利社会保险。而且认为讲，除了拨补以外，面对劳保债务的问题，政府应该好好来面对这个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医工联盟昨天去卫福部头前表达因的诉求，呼吁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都要以21万的家庭看护医工，因并无劳动法令保障的这个问题，建议当照整体规划，都要甲外籍看护包括在内。台湾医工联盟甲相关团体将近100人16拜日早起到卫福部大门头前，呼吁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爱重视国内21万外系外籍看护工的问题，应该将家庭看护工纳入长照制度，豆豆废除个别家庭聘雇该由长照机构来聘雇，可以加做劳基法保障的长照人员。家务移工就长期处在一个血汗的照顾之下，他们等于是24小时的待命，然后又住在个别家庭。我们认为应该是由就是家务移工应该是由政府签约的长照机构来聘雇。医工团体表示，根据监察院报告，民国111年国内长照需求高达将近83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大人占6.5%，不过照顾服务员有9万多人，其中居家服务员敢若有4.9万人，无法度应应整体长照需求。主要长照人力拢落在21万多名家庭看护义工，所以将伊纳入长照体系是有伊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是有在规划说符合一定的语言能力检定跟照顾技术成熟的这一些外籍看护的中阶技术人力，未来是可以适度开放聘雇成为居家或社区的照顾服务员。
卫福部强调，为保障外籍家庭看护工切合伊休假权益，已经甲劳动部推动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顾服务计划，每年补助38天或者是31天，同时家庭照顾者每年要14天或者是21天休困的服务。劳动部已经就国际劳工组织、家事劳动公约进行法规的检视，未来保障外籍看护工的劳动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以色列军方宣布，伫咧加沙南部实施战术性停火了后，有几下内阁部长是强烈反对。也那总理纳坦雅胡伊嘛讲，伊无法度接受。这嘛是战事发生以来，军队甲执政联盟各一届意见袂合。第10日，百姓伫咧加沙走廊南部地区的克瑞沙洛关卡，看到几路大载物资的卡车通过。这是以色列军方宣布的新措施，基于人道理由，逐天早起8点到下昼5点，对这去萨拉丁公路江北的方向会局部策略性暂停军事行动，一直到接到通知。Tactical pause on fighting in the southern Gaza Strip in order to allow more humanitarian aid to enter the territory. This is not a full-fledged ceasefire.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此讲，伊无法度接受。伊讲，这表示有严重人道危机的加沙，伫援助伊对象的政治紧张局势。军方澄清讲，伫纳法行动也是继续，也是南部行动的重点。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是纳坦雅胡执政联盟内面一个宗教党派领导人，伊谴责军方出这种主意做这个决定的人是笨蛋，应该开除。One of the big ones is how the trucks will be protected as they move around inside of Gaza. 第10日，这天这条路突然间出现几路国际以来正罕见的病症，这边战术暂停是伫以色列甲埃及谈判。也个美国希望会当扩大加沙人道援助了开始，这天也是穆斯林重要节日再生节的第一天，被认为是以色列想要寻求缓解国际压力的实际行动。不过，这也是以下长达建立第9个月以来，执政联盟甲军方的成员伫咧指挥作战上的意见无共快、无爽快事件内面上新的一件。像一礼拜前，中间派64岁战士内阁部长简辞，将指控纳坦雅胡伫咧加沙无有效的战略，所以宣布辞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美国底特律一个会当耍水的公园，15时阵发生一个枪击案，一个嫌犯向大人囡仔开枪，5倍弹28枪，造成至少9个人受伤，其中有一个8岁囡仔，还有因老母是受重伤，有性命的危险。也那这个嫌犯伊犯案了后，就随走转去要去因兜自杀，目前是已经死亡。事发现场有风速线进入公园的楼梯附近，涂骹有真侪清洁卡用黄色的牌仔标示。美国密西根的底特律北边，差不多43公里远的罗彻斯特山有一个清水公园，15个下晡发生嫌犯骑枪进入公园，向耍水的人开枪。除了其中3名受害者是一口罩，另外6名受害者年岁伫30岁到78岁之间，这6个人拢无性命危险。An 8-year-old boy who has a gunshot wound to the head. He's in critical condition. We have a 4-year-old with a boy with a wound to the thigh. He's stable. A 39-year-old woman with wounds to the abdomen and leg. She's in critical. That's all from one family. 事发当时，因为天气热，真侪爸母带囡仔伫公园耍水。警方调查，嫌犯开车接近公园，落车了后，伫距离人群差不多6公尺的所在开枪，佮保证至真侪解，佮至少开枪28解。犯案了后，佮走转去伫公园800多公尺的厝内底。He is a white male, 42 years old, believed to have lived with his mom. She was not home. She has been notified. It's our understanding that apparently he was undergoing som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发现一支刺加3个空的清洁阿嬷，根据清机登记资料，找到嫌犯的厝。因为烦恼嫌犯有大量的弹药，警方开始甲嫌犯化为沟通，却拢无得到回应。最后用无人机陪入厝内，才发现嫌犯已经自杀死亡。警方搁伫食饭的桌仔查扣另外一支枪，因为嫌犯无犯罪记录，暂时无清楚犯案的动机，还搁进一步调查厘清犯案的原因。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来关心南美洲的一个国家智利，一个沿海的城市因为连续几夜天上大雨，当地有一排滨海大楼头前的地基全咧崩起，
出现一个15公尺长、30公尺深的坑。部分的居民惊这栋大楼会倒去，是赶紧撤离。环境幽闭的规排大楼头前，雄雄出现一个真大的坑，大坑内底还有工人咧做加固工程。南美国家地理的沿海城市瓦尔帕莱索，当地因为这几天一直落大雨，造成沿海的国际社区建筑头前土石松软崩塌，出现长15公尺、深30公尺的大坑，让居民真烦恼。距离大坑不到5公尺的大楼，随时拢有倒落来危机。En la noche nosotros dormimos con mucho miedo, porque corrimos el riesgo, como yo le he repetido, que se puede venir derrumbe. Entonces, la primera noche no dormíamos nada, con eso le digo todo, porque lo amanecíamos, qué es lo que podía pasar. 距离大坑上近的大楼，悬13楼，拢总有200间徛家，每一间价值50万美金，等于是台票1600多万，是当地的高级主题区。当时销售的时阵，就主打零泰美金，却因为雨雨造成建筑下面的地基互冲起，连地下停车场拢互土石淹去。附近旧社区的居民批评，建商当时都不应该伫山区面顶起厝。Bueno, no, esto ya son años atrás, pero lo que le decía ayer de cuando ya se construyeron aquí los edificios ya empezaron estos problemas, porque removieron toda la arena. Esa es la verdad. Por eso le vuelvo a decir que esto jamás tendría que haberse construido sobre las dunas. 外国媒体发新社报道，这是当地社区为2023年8月开始，伫一栋内底出现的第3个大坑，因为烦恼继续落雨会造成灾害，已经有数百人自行撤离。地理媒体报道，过去1礼拜，地理受到温带气旋加大河气流的雨雨影响，出现做大水、土石流的灾情，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更有超过10万户的徛家停电，1万人的财产损失。关系新闻台是唐平约。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事到达已经27个月啊，有超过90个国家参与伫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这个和平峰会闭幕的时阵表示，罗西亚若为乌克兰撤军，伊愿意随甲对方展开和谈。韩国电商平台酷鹏顶一日因为涉嫌操控网站的演算法推销因的产品，去予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罚1400亿的韩元，等于是代表33亿，创下韩国通路业者去互罚上侪钱的纪录。酷鹏讲，因的做法敢若是全世界所有电商业者依循的惯例，因是不颁红彩法。来看印度首都德里，这个月受到小影的侵蚀，嘛爆发欠水的危机。最近已经有几件民众爬起伫政府的送水车抢水的场面，无水通用的民众昨昏冲去德里供水委员会乌白讲乌白弄。那德里的警方昨昏嘛接到通报，有3个人伫咧公共水道头烧钱抢水甲烧拍，落尾手是拢大院。镜头转来咱国内，台南的永康昨昏下晡有一栋透天传出火烧，伫咧3楼的生命厅是熊熊导火。有一个行动不便的妇人人掉伫内底，加在真紧就互救出来。那消防人员是全力拍火，火势差不多半点钟内就已经拍化。大火一直对窗仔门内冲出，互人看了真惊。伫台南市永康区台湾里过这间名梯，昨下昼5点外，伫3楼的光马道突然间导火。1楼有住一位行动无方便的妇人人，好加在住伫附近的亲友赶紧甲救出来。他卧床，他在1楼，所以可能是他们家这里的亲戚看到失火，还把他移出来的。这位妇人人住伫咧1楼，不过听讲因小弟是住伫咧3楼。好加在发生火警迄当阵，3楼出来无人，人真平安。不过火烧甲正烈，惊讲烧到厝边甲后壁的明梯，消防人员牵水线向3楼甲巷仔喷水，以免火弹开。那我们总共派遣19部消防车及救护车辆，那总共37人。那成功将火势把它局限在3楼，因为它的第2面跟第3面都紧邻民宅。火大约伫半点钟久了拍花，炭烧的面积算起来差不多10平方公尺。消防人员结束任务，互相用水喷身体降温。现在发生火警的原因，一个财产的损失，一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新德市警察局西门派出所姓洪的副所长。昨昏暗时去互发现伊倒伫咧房间，头壳着伤死亡，头壳着枪死亡。警方初步勘查，歹拄是有外力介入，
也那代志发生的原因是要来调查。员警值班交接，发现洪远枪弹未缴还，察觉有异，立即于驻地3楼寝室寻找，发现洪远已自强，倒卧勤务宿舍床铺。同仁立即通知119人员送医，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死亡。警方初步摆渡有挂着戒指，新竹市一分局表示，这个姓洪的副所长，伊做工课的表现是真积极嘛，真认真，甲同事的互动嘛袂歹。案件发生了后，新竹市长郭宏安甲新的警政署长杨永新只是爱全力协助后事，关怀家属，嘛爱理清原因，帮助派出所心理的辅导。为今年初到大，已经发生8件警察想袂开行底路的悲剧。有一个姓王的工人，昨暉8晚5点外的时阵，为台北捷运海山站上车了后，伊举记礼啊磨当甲，立刻看到是拢惊一条，是赶紧用对讲机来通报。也来帮求警方是出动5个警察去府中站抓人。台北捷运府中站捷运警察手摕着盾牌到月台顶，因为有乘客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咧捷运板南线车厢内，拿一支巨雷啊，摕一个唔知什么金属一直磨，看到会惊。这个放地上，放地上。不是的，你要干嘛啦？了解一下啦。哦，我用这个而已，奇怪，你要干嘛？手举巨雷啊，是这位38岁姓王的查甫人，伊是伫咧做工的，礼拜下昼伫咧捷运车厢内底，将这支工地用的巨雷啊摕出来，用这个铜铁啊一直磨，讲是想要将这支巨雷啊磨好金，因果煞惊到其他乘客，乘客用对讲机通报，捷运警察接到通知了，伫咧府中站甲人带落车。经调查为一名王姓男子手持锉刀于捷运车厢内搓磨铜块。此举引起民众恐慌，按下对讲机向捷运人员反映，并请王男下车至月台。捷运警察加邦桥派出所的刑事组，总共5位警察入去月台抓人。姓黄的查甫人是讲，伊是想要用这个铜铁啊，将这支巨雷啊磨好金，并无举起来压。警方伫咧侦讯了，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代替花莲的临港线，顶个月25的时阵发生有电缆线去互偷摕情形，造成号志信号过样，严重影响列车的运行。警方查查，佫发现嫌犯假做是代替的公务人员去现场。这个嫌犯看到警方，乌多摆徛咧，就随便选，不过要是去互警方抓到。专案以加重窃盗、公共危险罪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那在6月6号又发现该嫌前往犯案，那本分局人员立即前往围捕，逮获该嫌。那现场发现那个该嫌假扮台铁施工人员巡视轨道，伺机作案。花莲临港线是铁路货运的支线，平常时火车的车帮较少。一个40岁姓林的嫌犯，伊假做台铁的公务人员去巡视轨道，想要偷摕电缆线，结果去互警察抓到，当场就甲伊抓起来。警方找到这个嫌犯犯案的家私，也有估计这2届伊偷摕拢总是50公尺的电缆线。警方呼吁，铁路的电缆线是负责传送行车的信号，若是偷剪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卖依法来上班。桃园的航空社因为工程的进度上慢，配地时间为年底延后到2028年。民航局甲农地征收了后，农民都袂当阁种植。即马煞囥伫遐咧拍远发草，甚至即马嘛出现毒蛇，影响在地民众的安全。田内底插班经过土地市航空社征收范围明清采用，且面上移除地上物。那时间损毁效果自负，毋过农民指控政府对农产无要参，拢是草、狗蛇、狗鸟鼠出现，威胁居民的安全。要农民对政府事先无告知免种农作物，插班时间就直接是真不安。政府征收的无来管理，迄个物件也来管理啦。你有抓的，大家也买惊。他当初他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他说还可以最多2个月，结果他只有插一个牌子，第4天就马上就开挖。你看这没有管理整个都是杂草丛生。除了说蚊虫滋生以外，还有蛇鼠常常会往社区里面去出没，造成这些居民都会心生害怕。
针对航空社延后2年到115年12月完成最后搬迁，议员表示是予拆迁户有较侪时间重建加长，不过也呼吁工程单位唔通就安尼放松心态，工程应该赶紧进行，佮先进维护管理的责任。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又有梅雨季节，可能草会长得更快。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我们会来进行这个除草的一个动作，会更积极。民航局回应民众若认为有环境维护需求，应通报民航局来处理，也强调针对完成征收的土地，农民继续正常使用，勘察违反占用国有土地的就偿款度以外，若继续违法使用，会请警方协助承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国定古迹树顶武庙，这个武庙是已经超过350年啊。今年1月份，去互一个查某人用黑色的笔黑白画、黑白字。落尾像这个查某人去互警方以文字法来移送，找到台南地方法院判伊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易科罚金。红色壁红画本案的图片写着内容不明的文字。1月20下晡1点外，头顶无爱女性来到有超过350档历史的台南国定古迹武庙的后门，伫壁顶黑白画，庙方发现赶紧报警。另巡线及在现场发现该名女性女子，并将该名女性女子带返所调查。女性女子坦诚不讳，全案因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与社会秩序维护法等案，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过要半档了，转来现场，16透早武庙壁顶已经无黑色的图，但行近一看，还是会使看到清理过的痕。我们是请文化部跟文化部协调，看如何来因应。黑白画女性犯毁损古迹附属设施罪，进前予台南地院判6个月有期徒刑，会使易科罚金。但台南其实伫1月阁发生另外一件大南门被林峰判监狱的案件。加强巡视，透过一些监视设备的一个辅助，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夜间的时候，万一不幸发生的这一些非法破坏古迹文物的行为的时候，可以供后续的一个追踪。文资处长提醒古迹管理者会使加强巡逻管理，嘛表示随便毁损古迹是违反文资法，依法会使处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唔通以身试法。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来看台中市的136线，这条路是往日月潭也有合欢山的路，沿路会当欣赏山区的美景。不过，即马煞受真侪民众黑白等本色等昏头破坏环境。即马环保局按监视器，24点钟来追查，要来处理违规等本色的情形。涂骹的塑胶管也有四界乱弹的昏头。台中市136线太平往国城段山区道路，沿路风景真水，吸引真侪人来遮来欣赏美景。不过，民众乱扔粪扫是真无公德。垃圾的部分确实，这样看下来确实是蛮多的。有烟蒂，对我看到烟蒂了。有比较脏乱。对。台中市环保局讲，136线经过台中太平区、甲南投县、国城乡，也是通往日月潭、合欢山山区的群路。太平这边有15公里以上连续弯路，真侪重型机车甲改装车拢会行遮，也伫现场留下真侪粪扫。清洁队今年3月伫当地清出956公斤的粪扫。为着节省能力，最近已经伫2个所在设置24小时监视器来处理，只要发现违规，就会开车立人来开罚。因为这边最主要的垃圾大部分是，这些追焦者他们所留下来的垃圾，会把那个监视器，改在赤坎顶这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环保局强调，就考虑地人上多，赤坎顶搁再装监视器，未来更加准备增加 AI 智慧辨识技术，呼吁用路人本数卖乱弹。记者综合报道。天空上头来看，6月16是世界海龟日。偏湖县的龙溪局伫马景的海沙埔野放13只救治福原的海龟，其中一只海龟伊的分尸顶有按卫星发报器，会当记录海龟的生态甲活动。原来县府嘛有招囡仔去现场做伙看野放的过程，要来促进海洋的教育。海巡人员做伙光水桶到沙埔，桶内有装发报器的海龟，用湿布盖起，等待灯辉大海。因应世界海龟日，偏湖县府会海保署这单位16早起伫马经市xử理沙埔，也放今年救护收容的13只海龟。
加油声千石龟慢慢行向大海，12只千石龟甲1只臭橄榄龟，拢是因为天气甲健康条件无好这因素，掉伫海沙堡，互人救起来。经过评估，已经符合野放标准。其中臭橄榄龟是台湾头一只增设卫星发布器的臭橄榄龟。过往是没有野放过蓝鳍龟，那这次特别装了发报器，记录它未来的生态跟洄游生态。那也希望我们野放的海龟可以再回到澎湖来产卵，那产下更多的下一代。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永续发展，包括让小朋友更多的海洋教育机会。县政府邀请将近100学生囡仔到沙堡看野放，世界敢若剩7种海龟，伫台湾海域就会当看到5种。偏湖是青石龟重要的生能地之一，也是研究甲保育海龟的所在。囡仔做伙参加野放，互保育的观念记在心，希望因嘛当做伙为海洋永续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风苑有国内上大的原始蓝仔地，生态是真丰富，嘛是蚵仔的产地。去年有剧团甲地方合作，伫海沙堡表演，探讨生态甲开发。今年嘛，搁来表演，这届是以在地居民的生活来做主题，搬出讨海人对海洋甲对这块土地的爱。民众坐铁瓜车行入蓝仔地，就是要来欣赏演出。有丰原乡直接看到破蚵仔、白蚵精，讨海人的生活直接伫海坪演出。看戏民众拢感觉真特别，嘛有出国的丰原人特别带囡仔回来故乡。我感觉做特别的，而且这是丰原家己的故事嘛，找丰原家己的人来这表演，这是互大家认识丰原的一个足好的一个方法。想要带家己的囡仔回来家己的故乡行行，互因看卖讲，较早妈妈细汉海边啊是安怎生活的。中华丰原的蓝仔地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去年有剧团参地方社区合作，成立社区剧场，伫海沙堡进行艺术表演，探讨生态甲环境开发的议题。今年推出2部剧，画出讨海人对海、对土地感情。把老时下晡时4点。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在地居民家己讲家己的故事，不止说给外地的好朋友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流传在方院，希望可以代代子孙都有这个因缘听故事安尼。今年活动除了有海沙堡的生态剧场演出，也结合丰原的特产土豆，举办泡豆比赛。互民众拿白土豆、拿泡豆开讲，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浸水式的艺术体验，互民众看到丰原丰富美丽的自然生态，同齐来守护这片珍贵的蓝仔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家己的关店古迹玫瑰堂，已经有真100年的历史啊！这嘛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为去年开始就有开放参观，推广艺术文化。今嘛嘛举办实龙教育的活动，互民众做伙来体验。详细上界每一间房间，讲伫遮捌发生过的故事，家己关民古迹玫瑰堂，结合在地农民种的农特产，要透过艺术导览甲实龙教育的活动，互大家来认捌新感。感觉就是真好啊，因为这是好无教的代志。然后这是阮第一届入来玫瑰堂啦，对。然后看伊的厝啊，拢保存甲足好的。除了玫瑰堂的导览，活动佫带因来到山地，大人甲囡仔毋但学习环保知识，佫体验现办现食实龙教育。有家长就讲，囡仔会当遮尔walk进土地来感受土地，会当互因有真深的印象。会使甲田内底去，亲手挽环白，啊，再直接青青现食安尼，啊，我感觉对囡仔来讲，伊对这个农作物有足深的印象安尼，嘿。紫色的番麦，咱后壁这就是迄个双色的番麦，白色甲黄色，水果番麦，这无共款的番麦，互这囡仔来甲咱园的来耍，来接触来接受咱的大自然。安尼希望讲小朋友会使走出教室外，然后踏出文化场域，会使行入咱的农田内底，自己体验这个新鲜的蔬果采摘的乐趣安尼。关田古迹玫瑰堂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为去年年初开放到大，请真侪家庭来到这参观。为了要丰富这的文化内容，即马甲在地农民举办实龙教育，要互来玫瑰堂的人除了有艺术的体验，嘛会当认捌新港在地滋味。记者林慧婷交期报道。同款是实龙教育的活动，屏东德产的国小用实龙教育来做主题，
带学生去社区请教阿公阿嬷安怎来试咸菜，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囡仔会当了解客家的文化，传承在地好滋味。看到阿嬷咧试咸菜，学生拢感觉足心息。德产西西国小的实农教育，请时大来做老师，甲社区当做教室，学生对时大学安怎试咸菜。课程里面，我们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做酸菜。那从芥蓝菜开始，那孩子也透过资料的搜寻，去找到说，可以用盐巴，可以用洗米水，或者呢，可以用养乐多。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学到那个科学的知识如何融入在我们传统的味道里面。将试过的咸菜放入去甕仔内底，搁掺米粉落去帮助发酵。大家做伙完成今年西西国小生的头一甕咸菜。学生拢真期待咸菜会当赶紧生好，通摕来煮咸菜啊！未来要和社区时大做伙分享。小朋友会学会到以前没有冰箱的时代，我们会用盐去腌制、保存食物。那其实腌酸菜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学校希望透过和社区共学的课程，让囡仔通更加了解客庄文化和精神，西西在地好滋味嘛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台北大稻埕的米甲甲相关的产业是真兴，其中有一项铁片刻字，就是苏当时要伫咧米袋仔顶悬印字，也有进出货时阵做好发展出来的产业。伫大稻埕有一个超过100年的米甲，嘛办刻字印米袋仔这个体验，要互少年辈做伙来熟悉这项工艺。一人一块纸棒细字将面顶的字挂落来。大稻埕一间老米甲为着让大家熟悉在地铁片刻字产业，带民众用纸棒来体验。文书老师讲，大稻埕过去有30-40间的米甲，铁片刻字是因为迄当时有大量的米地以及进出口的货物需要印字做记号，才对咧发展。但即马大家拢用电脑印刷，手工是用要消失，所以因摕纸棒降低雕刻的危险性，互大人囡仔拢会当透过动手做来认捌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因为米甲吼。咱有爱做布袋，咱有一寡铁桶啊，即款物件呢，拢需要拍咱的marker起哩。但过去呢，无遮尔方便，我会使做一个铁皮，我先甲这字刻好，布袋我嘛会使甲喷起哩，壁顶管我会使甲用这喷起哩。这间米甲对1980年停止营业，第5代头家接手了后，开始转型做米甲文书保存博物馆，收集真侪在地产业历史资料。头家讲，因对去年开始举办米甲100年的活动，今年搁再继续除了了解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嘛希望让民众了解文化保存的重要性。透过这个活动的部分，就是讲咱这囡仔会去参加，参加了伊就会去了解种咱较早的大稻埕的历史，伊就会知影讲，在未来伊的方向，要安怎保留这台湾的原来的历史安尼。产业甲工艺会因为社会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以及消失，但米甲第5代传人认为，过去是未来的基础。虽然一寡物件已经落伍，但也是值得去认捌。也若要熟悉文书，到现场去看、去体验是上直接的方式。希望透过这个文书活动，让大家知影这个伫要消失的工艺，甲已经消失的咖啡产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较早伫嫁娶的时阵，女性拢会伫头壳顶插春仔花。不过，这项工艺即马已经是愈来愈罕见啊！伫婚礼的斗南，即马嘛开春仔花的课程。若要传承这项工艺，嘛有遮的老大人会当猛练做手工，嘛较袂退化。5花10色的春仔花是英国嫁娶时，女性拢会伫咧头壳顶插的工艺品，真喜气，佮充满祝福的意涵。因那客家族群嘛会做规则的春仔花菜店的新名导。不过，这款工艺实在真有路，嘛强要失传。就社区即马开设甜春仔花的课程。退休啊，想讲要找一个手工艺来翻落拄好。老委会有办一个第2专场，我是想要学编织的，结果那个编织的老师拄好是春仔花，就开始有兴趣就继续学到即马，学差不多7-8年啊。退休了后，再来学做春仔花5时涵，愈学愈有兴趣。即马毋来做春仔花来卖，佮淡婚林斗南的新润社区，咧教老大人做春仔花。推广这项手工艺，也互老大人会当动手动头壳，有防退化。咱拄好这个社区也成立一个欢乐关怀据点，咱的理事长嘛最用心的，鼓励大家时代拢出来。这种来讲也袂讲偌困难啊，
会当是目睭是较吃力，但是有配合着你头壳动甲手会动。关于卖互老伙仔退化的课程，配合着石区社区囡仔画图比赛的时阵，阮的社区嘛会伫遐做展览，先煞会做一寡 DIY。除了有风退化的课程，新轮社区发展协会嘛设计真侪关怀活动甲宣导，互因伫咧婚姻关的社区规划师辅导型计划社区 PK 赛的绿化组，摕到家族的好成绩肯定，因嘛继续打拼来经营照顾社区。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的消息，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咱国下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就要到啊！台湾目前已经伫咧15个项目摕到52席奥运参赛资格，其中羽毛球的这个项目是摕到6个席次。混合双打的李嘉欣甲叶芳蔚是咱台湾人12年了后，搁一届有选手摕到参赛资格。第一楼观众会亲亲帮学校摕坐巴黎奥运加油布条啊！李嘉欣甲叶芳蔚等母校台北市7日大同高中接受羽球队学弟妹祝福。有一点传承的概念吧，就是让大同的，就是学弟学妹觉得说，不是只有高中生家族，或是就是可能在国内仅限于国内，但我们国际赛甚至我们还能参加到奥运。就回来母校看着他们练球，就回想到自己小时候努力的样子啊。现在小朋友们也这么努力，那我们当他们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更努力。台东高中羽球队民国88年成立到即马，出真侪家族选手，按过赢拍入奥运的李嘉欣甲叶芳蔚是第一例。李嘉欣分享讲，世界排名前32才会赢抢奥运资格，按过甲叶芳蔚在配合的时阵无积分，到安尼奥运积分2023年5月7日开始起算的前一年，都咧抢积分。我们就是到处飞，然后而且那时候刚好疫情。我们一出去，我们就是飞了1个月。像这1个月出去的时候，你不小心受伤、感冒，那怎么办？你也不能休息啊。赛程都排出来了，报名也报了，饭店也订了，那你怎么办？你只能硬着头皮就是上去啊。这边2年抢积分真辛苦，4月底奥运积分排名第12，确定摕到奥运门票。目前上升积分阁提悬到第10名，都要去拍奥运。两人讲，这是对这几年来肯定，也是人生阁进一步的新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